后来这个过年，真侪乡亲买一寡花，甲厝内底甲布置吼，更加有过年味。讲今年小上大就是这个银柳，因为念起来真像是银柳，真受欢迎。啊，这个第二名是像这个芳水百合，插一盆啊，放伫个厝内，搁香搁水，真有喜气。第三名是新品种的结晶，这种花无花粉，吸水较侪，嘛真侪人爱买。 台中这间花市买物件买气真旺，每一个人的手拢摸一盆，手搁摕一袋，全部拢是过年当着时的花蕊。哦，这必插的啊，或者就讲。银柳念起来银柳，而且真好讲，唔免放水，花期有一年。不过今年银柳产量少，外销济，过来市场比过去贵50到100块。不过油源真受欢迎。各位买这个啊，银柳啊，代表赚钱啊。有变得比较贵吗？有。 除了银柳有起价，还有真水乌蝶兰嘛有柳啊起价。 1月初的时候有一些寒流，中南后来业者他们要去做加温，虽然成本提高，要涨一点点啊，大概50块。招财讨喜的花卉有很多，但是想要平价而且涨幅又不大的花卉呢，这个凤梨花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农会讲过年大家爱买花，旺来花代表旺旺来，金桔啊菊花代表大吉大利，拢有吉祥的意思。来到花蕊的出产地中华，这花市嘛是抢滚。当然过年是会贵一点点。花蕊业者观察民众爱买的花前3名，第1名就是银柳，第2名是芳水百合，花蕊水更有香味，第3名就是料上袂高的结晶。桔梗也蛮多一些新的品种的，就有一些是单瓣的，没有趴粉的。新品种的结晶无花粉，色水济。 粉色、紫色、浅蓝色实在真水，变作过年期间民众上爱的花蕊。过年只要买花，回去厝内放，简单就会使增加过年的气氛。